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海關關長陳子達。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，享有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。同時，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同埋零關稅嘅自由港，係全球最自由嘅經濟體之一。香港海關一直以嚟積極配合香港發展，深化與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同埋地區之間嘅合作，喺高效執法同埋便利商貿之間取得平衡，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嘅關鍵角色，進一步鞏固香港八大中心、兩大樞紐嘅重要地位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同埋繁榮。為咗配合香港參與「一帶一路」嘅建設，香港海關現時已經同埋22個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或者地區嘅海關機構簽訂咗海關合作安排。海關合作安排大大咁樣加強咗唔同地區海關之間嘅合作，打擊跨境罪行，為彼此嘅資訊交換同埋行政互助提供咗框架，確保雙方嘅海關法規有效咁樣實施。香港海關亦都積極推行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，即係 AEO 計劃。AEO 計劃係世界海關組織嘅保障及便利國際貿易標準框架下嘅概念。透過互認安排，兩地 AEO 公司嘅貨物就可以受惠於兩地海關提供嘅通關便利。香港海關至今已經同埋19個「一帶一路」經濟體簽訂咗 AEO 互認安排或者行動計劃，全力促進國際貿易同埋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。此外，香港海關代表中國香港獲選出任2024至2026年度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區副主席。呢一項任命彰顯咗國家同埋亞太地區對香港海關嘅支持，有利推動香港參與「一帶一路」嘅建設，維護多邊主義同埋推動國際合作。海關通道聯繫「一帶一路」，關關相連，共譜繁榮篇章。隨住「一帶一路」倡議邁入12週年，香港海關會繼續積極透過與「一帶一路」國家同埋地區之間嘅深厚友誼同埋合作，形成更緊密嘅海關朋友圈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同埋物流樞紐嘅地位，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